来看高雄大社观音山一个社区有一栋会馆设出去，厂商无经过管委会同意特别来设供电棒，引起其他住户的反弹。今仔厂商是办住户说明会，导民众去抗议。 大社观音山国际山庄的住户手提抗议的白布条，大声喊出无爱社区设供电棒，因为新造社区会馆的厂商无经过社区管委会同意，就准备要伫会馆的厝顶设300平的供电棒，将300外户住户的安全放外挂。伫初二早起的说明会，厂商讲一切拢是合法申请，和住户是听家去传传。山坡的关系，它的顶楼就是我们的地面。 所以它会反光，然后造成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不便。而且呢，这是社区唯一的出入口。万一火灾的话，请问我们要怎么逃出去？不要想先去查建案嘛，它是有经费的啦。 因为社区这栋会馆捌互法院拍卖，互人买去。说明会中，管委会甲厂商对会馆所有权人的认定无共款。管委会表示，根据公寓大楼管理条例，厂商新造会馆，不管要做什么款的变更，拢必须要经过管委会同意。若是厂商坚持要做供电棒，因无排除要行法院。那我们管委会的立场呢，就是坚决反对，设置光电板。 好，那如果呢，这一个中租成因呢坚持要盖光电板，那我们会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，然后采取法律行动来捍卫我们322位居民的这个生存权。对啊，可以，因为我们也是担心第一个安全，第二个合法，那我们也不会强硬啦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跟那个主委这边有初步下一次的共识，对，我们下次要做去办理。 最后，双方决定等待厂商厘清相关的权责甲法条规定了后，再过来社区开说明会，充分了解社区意见，才会有刷落来的动作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